2025年12月2日，禮拜二。以賽亞書11章1至10節，從耶西的殘幹必長出嫩枝，他的根所抽的枝子必結果實。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智慧和聰明的靈，謀略和能力的靈，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。他必以敬畏耶和華為樂，行審判不憑眼見，斷是非也不憑耳聞，卻要以公義審判貧寒人，以正直判斷地上的困苦人，以口中的棍擊打全地，以嘴裏的氣殺戮惡人。公義必當他的腰帶，信實必作他脅下的帶子。野狼必與小綿羊同住，豹子與小山羊同臥，少壯獅子、牛犢和肥畜同群，孩童要牽引他們。牛必與熊同食，牛犢與小熊同臥，獅子與牛一樣吃草。吃奶的嬰孩在虺蛇的洞口玩耍，斷奶的幼兒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。在我聖山各處，他們都不傷人，不害物，因為認識耶和華的知識要遍滿全地，好像水充滿海洋一般。到那日，耶西的根必作萬民的大旗，列國的人必尋求他，他安歇之所大有榮耀。默想主題：和平的國度。呢段經文係關於彌賽亞國度嘅預言，描述咗從耶西而出嘅嫩枝。呢個嫩枝就係指向耶穌基督，佢將要帶嚟公義、和平同埋上帝完全嘅同在。經文中描述喺殘幹裏面長出嫩枝，即係上帝可以喺看似枯乾嘅局勢當中興起救贖嘅工作。默想今日邊啲生命嘅處境，讓我哋覺得好似枯乾嘅一樣呢？盼望上帝喺其中生出新嘅枝子。經文繼續形容呢位嫩枝身上有耶和華嘅靈，充滿住智慧、聰明、謀略、能力、知識同埋對上帝嘅敬畏，並且有公義同埋信實。呢一位係滿有能力嘅治理者。默想基督嘅能力同埋公義喺現世彰顯，祈求我哋都領受聖靈帶嚟嘅真智慧同埋公義。接住落嚟，我哋睇見一個超乎常態嘅和平。野獸同羔羊同居，毒蛇唔會傷害孩童，象徵喺基督嘅管治下完全嘅和平。默想呢個和平嘅異象點樣影響我哋今日嘅生活？我哋係咪都成為和平嘅使者，使人因着我哋而睇見上帝國度嘅影子呢？大家可以按住以上嘅指引，或者你自己對經文嘅領受，繼續默想，將你嘅所思所想、你嘅感受甚至疑問，都轉化為同上帝嘅對話。
默想結束嘅時候，讓我哋再一次整理剛才你同主所分享並且領受嘅一切。你會點樣呼喚主呢？主呼叫你嘅名字，並且問你需要啲乜嘢，你又點樣回應啊？將你對主嘅稱呼配上你嘅回應，成為一個簡短嘅禱詞。如果你冇諗起任何嘅禱詞，可以參考以下嘅內容。我哋而家進行呼吸式嘅祈禱，吸氣嘅時候呼喚主，呼氣嘅時候道出你嘅需要。讓我哋嘅禱詞跟隨住我哋嘅呼吸，自然嘅流動。為剛才嘅默想同埋禱告作一個感恩祈禱結束，並且攞出你嘅屬靈札記，記錄你嘅禱詞同埋剛才嘅領受。